部落也有一些年轻的妈妈，她们也有小孩，然后她们也看到我跟3个小孩子都是用母语在对话，在教学。这群家长希望以阿美族语以及阿美族文化来教育自己的孩子。那时候我就邀集这些有小孩的家庭说，从幼儿开始，我们让他在一个全母语的环境当中。小学的时候，我们的语文主要的学习也是部落的故事、阿美语的故事跟文化。我们从这里的环境，太平洋、海岸山脉、秀姑峦溪去认识，这样子的教育是要培养孩子一个自信、自爱，然后独立自主的人。他可以把这样子的爱与自信再去扩展到周遭的世界。所有在阿美族的部落里面的歌谣，几乎都是创作的，对，大部分都是创作者，大家就传唱了，就传唱。有一个人他创作了，哎，好听，这样不错，就创作出来这种很美好，比如说朱尼哈、玛莎达、古吉达这种大自然的东西，其实我们在这个年代是不会出现这样子，但我觉得是很好的，因为我们开始慢慢的知道大自然的力量是什么。有这样的词出现的时候，就会变成一种很有希望的感觉。都是这些我们学校里面工学院的小孩子，他们每天在念、在唱的内容。那他们在每年的春季的时候，他们就一直在唱、一直在念这些歌谣。那这些歌谣呢，就紧扣着春季的大自然、春季会发生的事情来创作的。但是我们不是只有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阿美族的，也很容易可以转换成别的语言。我们帮你写好了，比如说可以转成排湾语的，它可以转成客家语的。可以转成台语的，各式各样的语言的，有才华的人稍微做修改就可以了。很快的，你就可以拿这一些内容呢，成立你自己的学校，教育你自己的小孩。很喜欢那些我们现在创作的一些就是歌谣，因为有些字我根本也不太会使用。母语是透过音乐学习，因为音乐很快，那我也是透过音乐去学习这些文字。阿美族的语言有我认为很迷人的地方，像我们那个弹舌音的音，像海边 riar， 如果你那个的弹舌音没有弹出来的话，我觉得那个海边就不是海边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对 riar， 它就像浪一样会滚。我很希望啊，即使你不是阿美族，你也可以去学习了解这个不同语言的它迷人的地方。我们把我们的语法跟我们的文字跟大家分享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从这里面可以知道台湾是很美的地方，有不同的语言的存在。Ay o pitulalan matanas to kora pitulan ora tamurak siyaw. Kami sa to mataasaya nano to o aso o tamurak siyaw sang kamo to o siyensi. Saupo na mo o rausu ko seto no tamurak siyaw pakabana. To tamurak uro to riar masamana isan ika to mabana ko wawa. 我们这里的教育最主要是让孩子先经验、体验、做，在阿美族话来讲就是咪。他行动体验了之后，在内心形成一种感情，内在的情感就是法鲁州。有了经验，内在有了感觉，他有所得，就是马达玛。在我们达姆拉母语共学园里面的教学，其实就是米巴玛。它不是来自于任何一个地方，而是我们6、7年之后自己去体会出来我们这里教育的核心。如果可以让很多人知道，就是说你教母语可以让孩子很有情感、很轻松、很快乐的学习，那就是这样子的教育。你可以让他学母语学得很快乐、很美丽。Alomoas toa, orome